TechCanto 揸車唔止要考牌，仲要識 AI。TechCrunch Mobility 報道話 ，AI 技能軍備競賽即將席捲汽車產業，各大車廠而家爭相部署 AI 技術，由自動駕駛到智能座艙，全部都落晒 AI。換句話講，未來唔止人要識 AI， 駕車本身都要夠聰明先得。哇！以前買車睇性能，而家買車要睇算力，真係時代唔同晒啦。25億美元嘅合約只係起點。Eclipse 同 Cerebras 簽咗一份25億美元嘅大合約，你以為好多？對 Eclipse 嚟講，呢份合約只係佢哋實踐物理世界投資理念嘅起點，之後仲有好多大計會陸續出現。25億美金先係起點，呢啲公司嘅手筆真係大到難以想象。富士 X-HAF 減價3000蚊，攝影迷唔好錯過。富士 X-HAF 數碼相機一向天馬行空，設計同眾不同。而家價格下調300美元，比以前抵玩好多。中意影相嘅朋友真係要留意下啦。300蚊美金差唔多2000幾港紙，呢個價真係幾吸引，我都心思思啦。呢個機械人專為長者而設，仲好貼心。EliQ 係一款陪伴型機器人，專門幫長者提升生活質素。佢唔係嗰種冷冰冰嘅機械人，而係會主動同你傾偈，提醒你食藥，幫你保持社交聯繫。用過嘅長者都話好驚喜。聽到呢啲真係好窩心。科技最緊要係貼地，幫到有需要嘅人就係好嘢。快餐店得來速用 AI 接單，以後唔使同人講嘢。你最近有冇試過去快餐店得來速用 AI 聊天機器人落單？其實呢個只係開始，未來會有更多服務業採用 AI 對話系統，由餐廳到銀行到客服，隨時隨地都用 AI 取代真人接聽。唔知好定唔好呢？國錢就一定國度，但有時都係想同真人傾兩句㗎嘛。微軟 BitLager 竟然有後門，私隱大鑊啦！安全研究人員發現微軟 Windows 內建咗 BitLager 加密功能嘅後門，仲公開發佈咗漏洞利用程式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引發好大私隱擔憂，唔少人都擔心自己嘅資料隨時被睇晒。哇 ！BitLager 係好多公司同埋個人用家信賴嘅加密工具，今次真係好大件事，微軟一定要盡快回應先得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